那今天就假装嘛，咱家要来姑爷了。你第一件事干啥？哎妈呀，买菜去呗，那还用说？咱7个碟8碗，咱得制上啊。那今天就假装嘛，出发，走，买菜去。这个姑爷得吃大，再整点这个啊。这红肠多少钱一斤？丈母娘给你整点红肠，老好吃了。妈，你走这么快干啥呀？那姑爷来了，不得一步撒脚印儿，赶紧忙活。菜已备齐呗。呐，整齐刷的了。葱花、姜蒜。姑爷进门，小鸡儿必须丢魂，开灶。吃就完了，真香啊！看看这，姑爷开饭。妈，你这光有吃的没有酒可不行啊！那姑爷进门多少不得整点啊？哎呀妈呀，做丈母娘举行的还能没有酒喝？你看这不准备好了吗？沱牌768纯粮食酒，喝完脑袋也不疼。来，丈母娘帮你倒点，咱喝点。完了呢，这价格还可实惠了呢。来吧，丈母娘给你打个样啊！来，哎呀，别说这酒喝完还真挺有韵的。给姑爷留着。那必须的呀。姑爷，来吧，整一口。